係各位，我係鏘鏘。咁呢一期呢，我就冇做到匪訊啦。咁原因就係第一，我自己比較忙嘅，係我有啲嘢寫緊嘅係。咁第二樣嘢就係經歷過7月之後，7月嘅政治事件，例如劉曉波啊、DQ4啊，咁其實我都希望將精神都係思考究竟香港何去何從，對住中共呢一個獨裁政權，我哋抗爭仲點樣先可以有出路？咁所以對於例如雙黃嘅問題，或者係本土派嘅事情，呢啲匪類監察嘅工作呢，我覺得暫時放低咗，因為係比較我覺得係比較次要嘅係。咁但係呢，就反而呢，而家我諗翻起呢，就係因為咁沉重嘅時候呢，其實監察匪類呢係帶俾大家係會係有啲樂趣嘅，咁所以咧就做一段好短嘅，一段匪夷所思係講近排一啲嘅，我網台聽翻嚟嘅事情啦。嗱，因為正如頭先所講，我比較忙嘅時候咧，咁我自己冇真係去聽翻阿教主嘅節目啊，或者熱狗嗰邊點樣去回應啊。咁監察佢哋咧係唔足夠嘅，咁所以輔助嘅方法咧就係去聽Ragazine 嘅網台大典嚇，因為佢哋都跟得好足嘅，甚至佢哋連阿何志光嘅事情咧都係非常之緊貼嘅咁樣，所以我都係喺嗰度收風嘅啫咁樣。咁所以可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介紹大家去聽下 Ragazine 嘅網台大典嘅咁。啱琴日星期三網台大典嘅直播咧，我聽到就講過一個問題嘅，就係咧話說係另一個網台節目，就係咧來自呢一個我哋當年花生台同阿 B 哥拍檔嘅 Tony Choi，佢所經營嘅 YouTube 頻道係星期二得到咧，咁有一個節目嘅，嗰個節目咧叫芒向編輯部。咁嗰幾位主持咧，咁我就完全就目不識丁嘅，我係未聽聞過佢哋係來自係何方神聖啦咁樣。咁但係嗰幾位咧就係聲稱有好多關於阿毓民同埋阿黃洋達之間嘅一啲料係會係爆俾大家聽嘅咁樣嚇。咁當然咧你問我哋監察匪類，我或者院長咁係熟悉同毓民有親身接觸嘅時候，喺社民連嘅年代啦，咁到去人力嘅時候，咁喺花生台或者之後，我哋喺掃黃嘅歷程入邊咧，都好認識咗好多人力嘅朋友，咁所以我哋都大概知道喺人力嘅時候咧，阿毓民佢嗰個做法或者行事係點樣樣，去到佢同人力反埋面啦，之後佢同黃洋達究竟係點樣去契合咧？咁呢樣嘢，咁我哋就冇第一手嘅資料，呢個係事實嚟嘅，係咁，所以呢幾位仁兄就我唔知道佢哋係咪喺呢個時候係有一個身份係喺熱普城入邊有第一手嘅資料，咁呢個我唔清楚啦，係咁，但係佢哋聲稱自己係一個 Mangology 嘅專家，咁我哋用中文嘅，我哋就講我哋係黃學啦，研究黃學呢樣嘢，咁當然就冇話淨係邊門邊派，淨係得可以一派係可以獨尊嘅啫，咁你要研究呢個黃學，咁當然係可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嘅咁樣，咁所以關於所謂黃毓民俾咗啲乜嘢 dirty job 俾呢一個黃洋達去做咧，喺2012年自從係人力分裂出嚟呢4-5年嘅時間入邊咧，咁我就洗耳恭聽啦，係咁，但係芒向編輯部根據呢個網台大典嘅節錄嘅片段咧，咁就係當中嘅主持講到一樣嘢，就係咧呢個話阿黃毓民咧話我哋嘅教主咧就偷食喎，出邊有女人喎。嗱呢一樣嘢咧，我就真係希望咧，嗰邊嘅主持們咧，就希望提供一啲非常之實在嘅一啲資料咧，係俾我哋去研究啦。因為根據我個人對毓民嘅親身接觸，嗰幾年嘅喺佢身邊工作嘅時候，再加上日後一直對佢嘅監察咧，呢樣嘢我真係要替毓民辯冤白謗，我係唔相信
阿毓民咧係會出邊有女人或者係會搞女人嘅。嗱，係一個充滿權力慾嘅人咧，好多都會搞女人，呢個係事實嚟嘅，真係去體現自己嗰個操控個慾望啊嘛，係嘛？咁即係大家睇開 AV 嘅都想，即係有條女跪喺面前，喺自己面前含㗎啦，係咪先？呢啲就係一個啲男人即係發揮權力慾嗰樣嘢，要幾條女嚇，個輪流兩三個一齊幫你擔嘅咁樣嚇，即係指揮住、控制住。咁呢啲權力慾透過玩女人係去實現。體現自己嘅權力慾咧，咁呢個係一個好經常嘅情況。咁但係黃毓民即係根據即係我即係以前一直以嚟對毓民嘅接觸，咁尤其是亦都好多場合係當年社民連嘅時候咧，係同黃太一齊出現嘅嚇。咁我真心覺得咧，係阿毓民咧係非常之尊敬阿黃太嘅嚇。咁係亦都唔止尊敬黃太咧，即係對於家庭，即係其實佢講到即係嗱，我唔講佢大仔即係坐監嗰啲嘢，係講緊尤其是即係佢講到其他即係細仔啊，其他家庭成員嘅時候咧，咁其實我都真係覺得即係毓民係一個非常之重視家庭嘅人嚟嘅。咁一個咁嘅人，我唔認為喺我嘅即係觀察入邊咧，佢係需要係去即係或者係佢。去透過搞女人咧，係去體現自己嘅權力慾，因為佢體現自己嘅權力慾用另一種方法嘅，就係我 which is 我喺即係講好早之前講緊嗰篇長文人民力量解體嗰度嗰陣時候，我已經寫過嘅就係咧阿毓民咧，其實好中意咧係去用一啲小人嘅，即係佢覺得。即係自己係大佬啊嘛嚇，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嘛嚇，有啲咩衰人我未見過啫，因為我本身就係即係最奸嗰個，所以你哋啲宵小啊啲奸惡之徒咧，係完全可以喺我操弄之下咧，係做自己嘅爪牙嘅。咁所以經過一次又一次嘅分裂之後咧，剩翻低嗰啲咪就係最奸詐嗰班人咯嚇，鄭松泰、黃洋達咯，呢一班人咯，而佢覺得佢自己係有能力咧，係將呢班人咧係玩弄於股掌之中，而做自己嘅爪牙幫佢做事。咁呢樣嘢咧，其實佢已經體驗咗係佢嗰個權力慾嗰個控制慾本身啊，係。但係另一方面，我覺得佢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尊重阿黃太，同埋係對於家庭咧係好重視一個人嚟嘅，係。咁呢樣嘢覺得佢完全係冇衝突嘅嚇，即係好多時候即係好多即係歷史上面都好多人啦，係咪先？啲好多依類似嘅例子係咪？可能即係你問我係嘛？當然喺即係政治上邊，我覺得即係教主嘅所作所為對於香港有非常之大嘅危害啦，係咪？咁但係唔影響佢係一個非常之愛護家庭嘅人嚟嘅。即係我舉一個例子啦，我唔記得係佢係咪喺台灣嗰陣時候，去台灣即係交流啊，同民進黨嘅時候，2010年即係5區公投之後啊，好似係咁嗰陣時就阿毓民同阿黃太咁樣，我哋去到夜晚係即係去毓民間房嗰度，咁就即係傾偈啊咁樣。咁阿毓民就話講佢嘅細仔嘅，佢細仔就喺外國讀書咁樣。咁佢細仔咧，哇！佢覺得佢細仔把口咧就係真係把口啷過油嘅所以咧佢呢個細仔咧即係出到去做嘢咧，佢完全唔需要擔心嘅。咁點解咧？佢就舉咗個例子，就係話阿細仔去到外國讀書啦，咁就話自己煮飯喎，咁樣咧。就平時咧，阿黃太煮飯咧就話，即係一條條豆角咧都切到切絲咁樣，切到好靚嘅咁樣。咁佢以為好簡單啦，細仔咁自己係喺自己個宿舍嗰度，咁啊試下整啦。點知切完兩條之後咧，就即係打長途電話就俾阿媽講翻呢件事出嚟。以為好簡單嘅，原來唔係，原來你煮餸係咁辛苦嘅咁樣樣。哇！跟住阿黃太就即係俾佢即係氹到又喊晒口咁樣樣係。咁講個故事本身唔係重點，如果重點係即係阿毓民其實佢講呢件事情本身咧，其實佢嗰個神情阿黃太喺隔離，尤其是咁其實你見到嘅即係就算黃太唔喺隔離，好多情況阿毓民提起黃太咧都係
你見到嗰個即係尊重嘅心情咧，係即係非常之真摯嘅，係嚇。咁所以我即係根據我以前認識嘅毓民咧，我絕對唔相信咧佢係會出邊係會喺男女關係上邊咧係會有啲乜嘢嘅即係異動嚇。尤其是我覺得就係真係禍不及妻兒啦嚇。咁因為呢位黃太就唔同另一位黃太嚇，黃陳秀慧嚇，即係陳秀慧，佢真係喺 Facebook 入邊即係周鳩度喺度屌鳩人啊嘛，係咪先嚇？即係直情嚇赤膊上陣嚇去喺壽司達面前屌佢食熱狗咁嘅樣嚇。咁而佢本身呢個陳秀慧都叫做係即係出嚟選過啊，2012年啊，跟住黃洋達一條隊。咁所以我哋都有啲所謂公共性係去即係就住陳秀慧嘅言論咧，係去一啲批判。咁但係講翻教主夫人黃太咧，咁其實佢真係完全冇呢啲嘢嘅喎，我冇喺 Facebook 周圍屌鳩人嘅喎，係咪先？亦都從來冇即係涉及過政治。佢對政治嘅介入咧，我眼見咧就淨係咧喺社民連嘅年代，即係見到麥國鋒嗰陣時候，屌啊麥國鋒，你做咩又飲撚醉咗啊？咁樣樣嘅啫，係冇其他啦。咁真係一個完全係唔係搞政治嘅人。咁所以真係即係我奉勸其他網台研究黃學或者研究 Mangology 嘅人士，係咪？即係喺即係毓民嘅家庭上邊或者毓民佢個人嘅操守上邊，除非你係真係有非常之確切嘅資料或者證據咧，係即係擺出嚟，係嘛？咁否則的話咧，我亦都唔建議咧係去多講下黃太嘅，因為真係黃太就真係同即係我哋而家一直講緊，即係毓民喺政治上面嘅作為係即係你點講係都會有啲拉楞，但係我覺得喺我嘅尺度入邊咧，係即係唔需要係去即係討論到即係黃太嘅問題啦，係嚇。咁呢個係我本人個人即係所秉持嘅立場嚟嘅嚇。咁所以即係對於毓民嘅情史或者對於即係教主佢嘅用情，我覺得我有需要喺度咧係為黃毓民咧係辯冤白謗嘅。